咱台湾歌谣啊，伫咧日本迄个时阵，落尾是发生二次世界大战嘛。啊，后来包含着遐个四月万物，这个歌真侪拢改做是军歌。但迄个时阵，大家拢无法度来做生意，啊，这个唱片公司因要安怎做咧？咱咧讲的上有政策嘛，啊下骹就有一寡对称嘛，所以这个时阵吼，就会发展种无共款的一种流行歌，什么流行歌叫做爱国流行歌，爱国流行歌，爱国的流行歌。咱即摆看到这张歌单顶头就写着这个爱国流行歌，就写着上军曲。上军去烧战了对啊。是，你也看伊个有画这个红仔，就是画这个功夫，是。你迄个时阵吼，因为安怎呢？有审查的制度啊嘛，这个流行歌变成讲无法度来这个发行的时阵吼，伊就要用这个爱国流行歌。其实吼应该是讲，头前上审查的第一张就是这张爱国流行歌，后壁中大你业流行歌。所以日本政府听到哇，你用这个爱国的流行歌来帮大日本帝国来做这个宣传，当然就是审查就过啊，就过关啊。当然这招是一开始是有法度的嘛，但是第二届就看破骹手啊。迄当阵吼，爱国流行歌大拢知影讲有爱国流行歌，但是我迄当阵有发现了一件代志，就是伫迄当阵这批唱片内底吼。拢总有第一张甲第五张，一届发行5张，这是传统，大家人不管是学术界啦，还是阮遮收藏界，拢讲拢总有发行5张。其实这是第6张。第六张，我嘛错一个啊，因为这等于是有法度打这个台湾这个历史有无？佮啊改写，因为安怎？这嘛是爱国流行歌，这是全台湾大家人拢唔知影的歌。因为这条歌叫做军户歌，所以这嘛是爱国流行歌，嘛是共这批唱片内底，伊是第6张，所以我感觉敢会阁有第7张、第8张，这咱就变成爱期待讲日后阁有搁较侪时间来等出土。是。也毋过这安尼战争过后了，其实就是二次世界大战这时间其实嘛有50年遐尼长，这过后这段时间因无法度无可能讲干那做这歌曲尔，是毋是有真侪人就选择讲伊是毋是改图？这其实因为讲吼，这艺术的工课、音乐啦、美术这种其实是拢差不多啦吼。当咱这个社会开始有变迁、有战争的时阵哦，第一个受到影响的通常都是这个艺术工作者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可能伫咧战后，我看大家可能无法度动静的遐久，所以真侪这做音乐的、做艺术的这个老师，都差不多都另外找其他的工课，都转行去啊，安尼啦。小定伟老师就去教册嘛，教伊本来就伊教音乐的啊，有的去食公家机关的头路，有的可能就是去这个像迄阵有去酒厂嘛。有的做警察嘛，有的就是去共款嘛是伫遐写歌，卖歌，甚至有一寡是帮人编剧啦，还是讲去做一寡炭工啦，有的无就是讲大人拢独立制，转人独立制是。